话责任在自己肩膀上，所以就为了拉千玺写了很多歌。这首歌要叫《拉千玺之歌》吗？听听看啊，很深色的。那我就回想一下那时候写歌的样子。咿呀咿呀咿呀咿嗨呀嗨呀嗨呀咿呀哦嗨呀那咿哟咿哦嗨呀，啊呜啊那咿哟咿耶哦嗨呀。拉千玺是我姐姐的名字，红眼睛是我快乐的日子，跟随长辈唱着古老的歌曲，就这样我们慢慢长大。阿杜兰是我故乡的名字，海岸边是我们游戏的地方，追逐海浪，追逐风，追逐太阳，就这样我们慢慢长大。咿呀咿呀咿呀咿嗨呀嗨呀嗨呀咿呀哦嗨呀那咿哟咿哦嗨呀，啊呜啊那咿哟咿耶哦嗨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流浪流浪流浪远方，哦嗨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嗨呀嗨呀嗨呀咿呀哦嗨呀那咿哟咿哦嗨呀，啊呜啊那咿哟咿耶哦嗨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嗨呀嗨呀嗨呀咿呀哦嗨呀那咿哟咿哦嗨呀，啊呜啊那咿哟咿耶哦嗨呀。谢谢。拉千玺，拉铁粉是拉铁粉，拉千玺是拉千玺，拉铁粉是拉铁粉。哦咿呀哦啊咿耶呀哦嗨呀那咿呀哦咿呀，呜啊嗨呀哦啊咿耶呀嗨呀。
就是这样，听得出来差别的吗？拉琴10年前跟之后写的拉琴的歌就差很多了。然后其实第一个感触是，其实以前的传统歌啊，也是老人家那个年代创作的，就对我来讲是这样，就是阿美族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生活中就是喜欢用唱歌这件事情来记录很多事情。像以前有什么犁田歌啊，我去山上砍树也有歌啊，女生做织布也有歌啊，刺绣也有歌，也会用一些事情，用歌谣来记录这些事情。然后一直到近代，都还有这样的习惯，就在大概民国50、60年代那个时候，有首歌我妈妈教我唱的第一首母语歌，也是那个时候的，也不是祖先啊，他们还活着吧？就是那个时候变成阿美族的一种流行。那个时候的环境比较封闭，其实资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歌谣的创作上面也比较少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还有那样的阿美族式的创作的那个风气。然后有一首歌叫《祝福歌》，是通常都是离开家里要到外地工作的人，在清晨的时候默默在心里面唱的一首歌。然后歌词的意思也很简单，就是当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我醒过来了，然后看到大通铺上面睡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就心中的就祝福他们说，请他们保重自己的身体，然后不要太想我的身体。我们比较实际啊，看到身体就是看到人这样。祝福歌。把希望里有沙海，在古奇拉，路木啊有沙多卡古阿努巴巴真都哈里南，有拉路木啊有沙多卡古伊那阿玛沙里嘎嘎马布鲁，里布登都。Namo akatu bihalaten kudilang ako Nanabasi wali usahay say kuchika Lumuwa yusato kago ano pa Sentuh halinan Yo lalu mua Yo satu aku ina ama Salikaka maburu Ributan duku direnamu Akatu bihalaten Ku dileng aku希望里有沙海，在古奇拉，路木啊有沙多卡古阿努巴，巴真都哈里南，有拉路木啊有沙。